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对今仔日开始，美国已经进入到岁末年终的假期日，但是新闻不断，譬如讲小小的晶片大开杀戒，免单川普上台，拜登就是落金牌，但是关税大战随后就缀着来。台湾要安怎避免来受害？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华科大电机工程学系退休教授李伟如。主持人，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科技新报专栏作家林秀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四位，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Trump 有放条话呢，咧讲要甲 Mexico、甲加拿大这两个这个国家要来扣重税。那么，伫墨西哥布局的台湾 AI server 的供应链呢，恐惊嘛受到冲击。那经济部长郭志辉来评估，受到影响的可能是电子制造业，会协助台商来换所在。货运卡车排队准备通过大桥，为墨西哥进入美国境内。这个景象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放调讲，上任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收25%的关税，才出现这个变化。墨西哥总统宣鲍姆警告，这会扰乱两国的经济。Entonces es mejor que dialoguemos y nos pongamos de acuerdo en todos estos temas y en otros que son relevantes. 虽然鲍姆暗示可能会进行报复，同款互人点名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嘛无用伫因应。Clearly spoke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hour and a half after he put out his suggestion on tariffs. The reality i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protect Canadian jobs. 伫墨西哥布局的台湾 AI 电脑供应链上大性影响到，包括微影、微创甲营业值，伫墨西哥产能的比例真悬。鸿海嘛，当地当地兴建大型 AI 电脑工厂，董事长刘永伟表示，会先观察一阵嘛。现在你们看到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还没有到企业，所以25或是增加10，到底是多少？他们都互相在博弈中。开大钱，希望伫墨西哥设厂就近将回复美国。受冲击的还有台湾特斯拉供应链、广达、豪硕、一成 KY、茂联 KY。经济部长郭志辉评估，电子制造业可能受到影响。EMS 大部分都在德州旁边呢，就是新墨西哥州附近，所以我想，应该他们那个是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布局了。川普都还未上任，伊讲的话术扰乱全球的布局。除了大厂以外，甲富士康伫墨西哥有合作案 A 惠达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也甲中国、南韩、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拢有可能变做关税战头一批对象。记者综合报道。较早咱看到这内面开始川普还未上任，就开始放消息。那放一条短短我看迄伊踮咧伊家己的迄个社交媒体顶头才几字尔，大家就拍卡上，随了就感冒。老师安怎看这项代志呢？伊是即马因为照你讲，这要提高关税，要讲扣重税，应该是无聊参详过，伊就写是参详过啦，决定还是讲无啦？我先放一下气球。以过去的一寡记录来发现的这个记录来看，伊有当时伊是先放一寡消息出来，互大家看，大家安怎反应因为毕竟伊还未上台伊安怎算的，其实大家嘛唔知影。但是嘛有可能伊伫选情的时阵，伊就开始有去好好算过。毕竟伊伫第一任的时阵，伊就做过，伊伫顶一任伊就做过这个美国总统的时阵，
因对着中国咧扣即个档关税时，因应该都有真深的一个研究。伊即件甲转来，我相信伊应该嘛有做一寡研究啦。啊，即马大家较烦恼的讲，不管是10%还是25%吼，就是即3个国家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我嘛有一个问题爱思考，就是讲，过去有真侪国家拢透过加拿大、透过即个美西哥来生产地，透过我直接设厂，啊，即马我若会当卖入美国，我就会当毋免互扣税，哎，税率会当扣较轻的。所以，川普即件伊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过去大家讲有即个优化即个供应链，哦，你莫伫中国，你参其他国家的即个供应链，若会当继续即个合作，你有哪会当甲即个物件买这个送入来即个美国？但是即马看起来，伊若是用生产的即个方式来进行即个国际贸易的话，一定会去互川普直接甲扣档关税。意思就是讲，我本来就是要对中国扣关税啊。你即马本来伫中国这个厂商，你怎啊甲刷对其他国家去？你凡是有那继续甲咧参中国，淡遐小往来，对，啊，淡仔偷来暗去，淡仔小往来的时阵，变成我税率甲你扣袂着，啊，中国的问题也无解决，这个时阵咱会安怎做？一定是参中国偷来暗去的这个国家啊，这个厂商，我会先扣你档这个关税嘛。我爱互大家知影讲，我这是要做真的啊。到底上尾啊，伊会扣偌济，其实咱毋知影。遐看伊正式上台了，伊去宣布口号。老师，你头仔会安尼讲吼，是假设讲，本来咱是认为讲，应该特朗普是针对着中国，一摆要甲你摕60%、100%，啥有诶无诶吼？迄阵是选举诶时阵，哦，迄讲了真重诶话。结果是伊顶头加拿大甲下面的 Mexico 这两间，所以老师的假设是讲，因遮的这个工厂的生产的物件，大部分甲中国的生产链有关。是因为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因为你的生产链，你过去伫中国参与往来遐尼深，你绝对无可能一时间，甚至讲过去创破落来这4档，你都有法度规个供应链切啊离啊，哦。到即马为止，其实嘛是要到有真侪厂商，伊本来刷出来，伊又甲走等去中国做即个组装嘛，做即个手机的组装，所以这毋是遐简单的代志。是啊。但是川普伊一开始伊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你即马你对中国刷出来这个人，你有哪继续维持互中国有法度安尼去进行贸易的时阵，伊就可能无法度忍受，伊就会针对遮的影响参中国往来较侪即个国家。我铲倒瓜切我角。伊就是有可能怎安尼。做落去，做落去，其实我感觉上尾啊吼，当然这是咱即马的即个我家己安尼想法。伊只要宣布即个政策以后，伊无一定真正会扣偌济你嘛毋知影。但是厂商会惊吓袂？拄则咱伫即个电视内底，咱看到有即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安尼讲，过去咱台湾嘛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去甲人答应讲要设即个面板厂啊，尾啊嘛无做出来，对无？但是你即个会当无做出来袂？我相信即个公司爱带咧等，但是伊只要宣布即个政策落来，真侪厂商就会刷紧讲，你的创普毋免起即个厂啊，我要刷入去你美国啊，哦，所以你毋通甲我动起来。大家即马我相信伊会往美国去行，伊若往美国去行的时阵，伊就有法度达成伊讲要美国在处的即个伟大的即个成果。我想伊上基尾啊，伊的目的应该是想要做即个政策啊，伊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大家会怀疑啊。但是你也知影哦，有能力的厂商，伊绝对袂讲互家己的生产变成面对着即个真大无确定性。伊若利润算会好，伊就直接刷入去美国，伊莫甲淡仔一工到毋着半暝啊，甲起来参即个看川普讲啥，到底是真诶假，毋知影，伊就刷入去美国，我就伫美国咧生产，所以你若要扣关税，你要针对遮个参中国有关的国家，我就较袂受到真大影响，对着伊整个即个企业的成长会较有较大的帮助。是，延续我他问蔡老师吼，王老师，因为咱他看了这图表顶头写，中国、Mexico 甲加拿大3国，2023年对美国进口商品1条，然后出口予美国的商品呢，服务啦，差不多
1.5，也是讲哦出超啦吼，出超超到5000万的这个美金嘛，其实是真济哦。啊，这是针对中共吗？还是讲无咯？你加拿大、墨西哥，你嘛帮凶，你嘛爱处理。但是我想着讲帮凶，因为这是全球性的，这全球化的现象，咱台湾嘛会去调呢。啊，这边安怎来理解？顺着主持人跟那个蔡老师的说法哦，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第一个是美国跟墨西哥跟加拿大其实早期有 NAFTA， 后来变成美墨加协议。哈，对啊。所以你如果要片面课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其实是法律哦，不是川普说了就算，这是法律。所以3个一讲，可能真的被克的只有中国。老师是突破门窗哦。意思是讲，因这两间还佫经过国会佫修改法律，但是中国我就真正甲你堵落去。然后第二个是，如果要发动301，不是川普说就算了，你要经过贸易调查。所以换句话说，你要针对加拿大跟墨西哥调查，可是你针对中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拜登在前几个月才有电动车调查过了，所以那个调查可以沿用到明年。所以要课中国关税的特别301不需要调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我调查的是电动车，但是我会当适用到整体的这个贸易的。因为它是整体调查的啊。所以中国的10%应该是确定的，可是加拿大跟墨西哥是不太确定的。佫有通画拍给你意思。但是中国敢若10%，这特朗普你唔是竞选时阵讲60%、70%、100%安尼。那另外一个就是主持人提到的观点，重点是这回川普是说毒品芬太尼，所以这个跟所谓不公平的贸易60%到100%不一样，所以那60%到100%是另外算的，这是额外的10%。你可以说回到2018年美中谈判的时候，有8项争议点，其中1项就是芬太尼，就是川普很在意芬太尼。所以到现在他又回过来打芬太尼，所以这个10%跟那个60到100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是70到110了。这两要等美国境内要来食这个毒，好野人才有当食得到哦。所以这个是2个不同的。那另外一个是说，台湾当然还是要小心，因为那个《经济学人》有做一个指标叫川普风险指数那第1名是叫墨西哥，第2名叫中国大陆，第3个叫加拿大，就是这3个。这3个。那台湾排名第7，那台湾比韩国还前面，所以台湾当然还是要担心。但是老师你讲到这个风险哦，我要先请教林老师吼，因为这个老德音嘛讲吼，你甲阮的物件拢刷入去美国去生产吼。我爱了，伊讲了头偌济，了1亿1条的美金，但是我1年搭要美国境内，我才赚9000万，9000这我都倒输咧，搭要美国的生产就是了钱的啊，这个算盘，难道因为到上尾美国嘛是爱卖出去，这个物件嘛是会塌起来。介绍嘛塌起来，嘛是害着美国啊！美国人是安那想的，都不管，反正这吼高科技的物件，而且是这个先进的制定的，我拢甲你设起来。不管开偌济钱，我都甲你设起来。老师你安怎看？美国的商务部长捌讲过吼，一枚标枪飞弹有250个晶片，250个。迄标枪飞弹吼，佫是迄个较低阶的飞弹，迄是较攻击力比较低一点的，因为它可能可以监射然后人啊。你若讲较厉害的，像讲 AIM-120，迄是中程空飞弹，迄是我说射后不理，就是讲吼，你还没看到刷出伊家己吹啦。你飞机吼，安尼飞过对不对？看到
敌机来啊！啊，我其实我还未看到伊哦，目视阁看袂到，但是我的雷达我已经看到啊，不要紧，我已经就锁定啊。啊，我飞弹就随拍出去了，我射后我人飞机我就走，迄个飞弹会家己走去追锁定的敌机。这种物件要偌侪晶片？哦，迄毋是干晶片，晶片愈济，啊，阁有迄个，阁愈 powerful， 阁愈厉害。所以你讲，你要安怎衡量讲吼？讲这种物件啊，价值偌济钱？哦，你讲啊，这个是 AM120哦。你看即摆乌俄战争，你看迄个乌克兰咧拍俄罗斯用无人机，啊俄罗斯拍乌克兰嘛用无人机，啊两个无人机伫遐相拍。对象。啊，其实是比啥？比科技，对不对？啊，比科技就比晶片。就早进前有一部电影，20几年前，叫咩啥字？好像绝地任务，就迄个史恩康奈莱演的有无？迄最有名迄一个电影，就是讲吼，吼即摆有一个，你伫电影内面，结果伊甲迄个飞弹，迄个恐怖杀伤力的武器，伊甲迄个晶片甲摕出来。我迄个飞弹我变青梅啊，要变冲天炮。因为唔知要飞对啊，所以你就知影即马其实科技的武器都就是咧拍晶片。所以你讲美国想要甲留落来无？你啊，我问你，你即马可说是美国国防部长、美国总统，啊，你看到这个情况，啊，你要安怎处理？你即马全部尤其先进的晶片拢伫台湾，啊，你啊，可说你伫美国本土，你即马你是美国总统，你是美国选民选你出来，啊，你即马看到这个情形，啊，你要安怎？全部拢是，毋是讲飞弹、飞灵、无人机啊，啥物，全部拢是。这我嘛会当做决定说好，我不管安怎，但是啊钱向出。钱拖出。啊，你死导游无死兵刀啊！我台积电我毋就支去。了解啊 ，TSMC 伊早迄个数字吼，我讲正讲的 ，TSMC 甲美国政府是安怎断？迄是人的 NDA 的意思，伊袂当透露。哦，咱的合约嘛，对不对？哦。啊，你要互我侪钱，我他知，咱的地尔讲，伊要互我偌侪钱，啊，伊水电那个设备那个税的补助是安怎土地啊环保，这是因安怎谈的？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了。第一，第二，伊讲伊会了偌侪钱。我这样讲诶，有时阵哦，咱咧讲的其实是商业谈判的模式，所以伊咧蒙嗨啊。哦，啊有时阵，而且最主要，伊迄个数据是按照阿未去下抢的时阵估出来，对不对？即马台积电伊即马是，咱讲实在是全球独占，全世界搞我这间啦。啊，这什么意思咧？买偌侪钱，我决定的，对不对？啊，你敢若有？两种选择，买甲无买两种尔。因为你找无第二间啊，无你要甲啥买？因 Intel 家己就要走去甲 Intel， 台积电买的，无你要找全世界，你要找对象买？你无多啊，所以台积电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老电因就摕这剑卡啊，踮遐秀的，讲剑啊，这车无好大啦，咱转来算啦，咱莫踮遮大。对，伊意思讲，你是你要叫我来哦。啊，我甲你讲，我即摆去美国，事实上成本真正是高，这是真的，可能超过2倍3倍，这是事实。但是我大家先讲好，其实做生意吼，无啥物袂当做呀。咱若巧好，吼，咱双方拢会当接受，我会当顾你的选票，啊，顾恁美国的安全。啊，我甲你讲，我安尼足贵，啊，你要安怎甲我补助，还是讲你要安怎甲我讲？因的谈的 deal， 伊也感觉台积电算的，其实安尼会好啊。哦，伊算确实伊也感觉会好，尤其是伊吼，伊迄个先进制程哦，全部的人客哦，拢美国人啊。啊，咱讲这讲的，啊你全部的大客吼，我就介绍就塌起来啊。嘿，啊你的大客户拢叫你去哦，啊同重要是你的大客户嘛叫你去，啊你要去无？你看 Apple 啦、NVIDIA 啦、Qualcomm 啦、AMD 啊，这全部拢美国的公司啊。我先甲因讲好，讲你要叫我去会使，我介绍我读悬。对啊，我先讲好啊，你是你叫我去哦，毋是我家己要去哦。我就甲你讲，我去
是贵足济，但是你也要叫我去好啊，咱来瞧嘛，对不对？啊，台积电伊做这个决定，基本上我嘛是尊重啦吼，就是讲事实上我嘛认同讲去美国实在是非常的贵，吼非常贵。但是你啊，假使你啊，咱做生意嘛是安尼啊，你袂当甲是我家己嘛，因为我全部的人客拢伫美国嘛，我嘛是爱顾阮美国的人客嘛安尼啊，所以基本上对台湾政府，我还是阮台湾人立场来讲，你啊同先进的制程，我是讲最 top 的，留伫台湾。去美国啊，假使是 N+1的话，就是减一代。比如讲，咱即马是咱即马咧做2奈米，对不对？其实咱3奈米去美国，其实够 OK 啦。哦，如果讲你嘛是爱，迄是你的大人客嘛，你嘛是爱人照顾一个吼。嘿，你嘛是爱来按来一个。无你全部钱拢趁人食，安尼你敢讲会过？哦，你全部先进制程，迄拢美国的公司哦，迄全部拢美国人用啊。然后基本上。咱比较接近的吼，台湾呢，除了MediaTek 就是联发科可能会使用到稍微有一点性，但是它也不太需要那么先进，因为修先进的标示就是一桶贵，吼一桶贵，所以以实际来讲哦，去美国我感觉嘛是会趁钱啊，哦嘛是会趁钱啊，无讲趁少啊，趁济趁少嘛，啊你讲咱讲这样个。全世界即马我讲歹歹尔，即马全世界除我一间人尔啦。哦，啊你要好，你叫我我即马有台湾厂，我有美国厂。我讲正讲诶，对倒一个厂，我嘛是我台积电咧谈的啊。对不对？因为价格伊即马是台积电是制定者哦，伊毋是讲吼你买鸡卵，边仔的蔡老师王老师卖我5块。隔壁李老师卖我50块，吼，这样卖啊遮尔贵，我无爱甲伊买，我来买5块。迄是自由市场，你靠我落底下讲多比价，讲吼，就讲你上去也比价网上 Google 一你啊，同贵的到俗的啊，我都买同俗的就好啊，拢共款。问题是台积电最先进，毋是啊，全世界我一间人了，啊你 take it all in， 你买唔买？你讲买甲唔买的啊，但是对遐尤其是做 AI 晶片的，哦。对伊来讲，你现在在 AI 的浪潮里面，你要是落后了，啊，你可能你就拜拜啊。所以对遐几个啊，什么Amazon 啦、Facebook 啦、Google 啦，谁愿意掉队？哦，所以伊嘛是讲，好啊，我就甲买，无你甲我讲我迄间倒一支咩？是即马10奈米以下了，讲韩国的3C跟美国 Intel 啦，对不对？啊，这两看起来。好像不太可以啊，我讲这讲不太行，加存台积电那里啊，所以对台积电来讲，伊的影响其实无外界遐讲的遐大，因为毕竟他掌握定价权，伊要卖偌济事实，伊决定。王老师，你安怎看？但林老师讲，其实对台积电来讲影响不大，是趁济趁少的。你安尼想吗？对啦，因为这个产业吼，台湾我觉得。一直把人无把它取代特性啊！我记得30年前我咧学校教书的时候，我甲学生讲一个问题啦，考因啦吼，讲有一篇外国人的报道讲哦，下一个世纪那个时候大概1995年左右啊，说下一个世纪只有3个国家可以活得不错啦。哦，他说这个是一个3C 的时代，3C 的3个国家哈可以活得不错。我就问学生讲。这哪3个 C？ 拥有这3个 C 的哈，会在下个世纪活得很好。啊，写真话讲，是不是 computer 啊？啊，无就 control 啊，啊，无就 communication 啊，通讯啊，控制啊。我甲因讲哦，就这3个 C 哈是3个动作啦，3个动作。这个国家的特色是哪3个哦？动作按写真台去想嘛。啊，写真讲来讲去，我讲哦，第一个 C。就是叫 creation 啊，创造发明。创造。我这个什么国家啊？还是讲美国嘛？美国创造发明，你的创造发明是咱人难以想象。我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学长学弟在美国做研究，贝尔实验室啊什么。因这个国家很特别啦，
伊袂讲甲你像 KPI 吼，讲我请你这个教授来，这个博士来，这个研究吼，做半工啊，伊就纯粹互你钱哦，互你研究。你每年只要做个专利啊，做个什么就好了，你不用跟什么人报告啊，申请完专利啊，都放在抽屉里后啊，所以有很好的创造的机会，创造的环境啊，这 creation。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30年过后没有被取代哦，美国还是刚刚讲创造发明很厉害，非常厉害，几乎是不可能取代。所以这个取代这个可怕在会改变一个整个世代啦。像刚才的教授讲的，就是说飞弹很重要嘛。可飞弹在打的时候，飞弹飞这么快，飞机飞这么快，你不是打到它。打到它不是说碰到它才爆掉，才打到飞机，不是的，它是到附近，它选择一个附近的点把它炸掉。像以前我以前在飞弹部队，我们就说打不是直接打那一颗，而是打到那附近一个机群在那附近最适合点把它爆掉。那你要选择什么时间点把它炸掉是很重要的，超过0.001秒，它可能就过去了。飞弹就过去，所以美国在2战末期的时候，发明也雷讲然后主要是它那个运算很快啦，你用 IC 在里面运算运算它什么时间开始引爆，这是美国，第二个是咧，第二个有些现在讲 commercialize 啦，commercialize 商品化，把它这个东西美国的发明的东西，把它变成具体的产品出来。这个东西是谁做？全世界谁做的最厉害啊？日本嘛。日本那个时候，日本就说你一定要发明出来的东西我帮你来。所以那时候 Sony 就买了电晶体。那阵灯磬。对，他电晶体买了，他好像2万块美金买了美国的专利以后，他1年就生产1000万台的电晶体收音机。本来收音机都是真空管的。大粒就把缩小所以他做完以后就变很厉害。那时候学生就说第二个日本在下个世纪还是活得很好的，然后他们就那篇报道是美国人写的文章。第三个死咧。第三个死哦，我问学生嘛，学生讲，伊本来是讲 copy 啦，因为我嘛是受 copy 的，因为迄是公开的报纸写，伊不敢讲 copy 啦。我一讲 copy 台就想，我是不是台湾啦？台湾啦。下个世纪台湾得活得很好，我讲伊不敢安尼下来，伊就下讲 cheap 啦，便宜化，所以下一个世纪21世纪就是 commercialize 美国商品化日本，第三个就是台湾 cheap 化，把它便宜化这个东西在现在的包括台积电这些企业发现，可是别人无办法取代，本来是讲大陆会在取代咱这个。cheap 化、便宜化嘛，那既然美国一制裁以后，这3个 C， 这个第3个 C 又回到台湾来了，所以由台湾来。再按你看应该台湾以后无办法，别人无办法取代。但是老师你安尼引起我另外一个问题呢，在座其他3位咱来听这个问题，就是黄仁勋去甲 Rapidius 去甲讲，刚才跟你爸讲，嘿，我有可能因为这个某种地方我会甲你采讲以后要可能意思是讲伊也要分散这个风险这个动作第一，伊是日本的公司，日本即摆认真咧补助呢，甲咱叫去日本本来对着因内面的材料啦，对内面的原料啦，再机械设备因拢是通用的30-40%拢是落你手头来，那这下伊是不是会连第3个死也甲你摕去日本是真厉害无问题啦，不过日本和咱很完全的互补啦。日本有一个伊的比较难克服的点就是讲伊的好处嘛是伊的歹处啦。伊的资料美国的资料拢翻成日文嘛所以伊在学习日文伊学得很快。可是台湾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台湾跟美国非常的密切。上个礼拜有一个报道讲，咱台湾拥有美国籍的有150万人，150万人台湾人拥有美国籍。日本的困难和我差不多20几年前我去咱台湾我迄阵咧校都教授嘛台湾的国科会
邀请了9个教授加国科会的一个官员，我10个人去日本，去日本报告啦吼。我嘛感觉真奇怪，迄个时阵哦，去日本真麻烦啦，签证吼个你要做一大堆问题，再去。爱回答啊，嘿。阮去迄边是哦，阮护照什么全部拢伊甲政府拢甲没有拢甲阮准备好，阮只要去机场就去日本。去日本我阮去7大美国的大公司的中央研究所去开会啊，去讨论啊。我本来去嘛，唔知要创什么代志，结果阮去的时候吼，第一个去到机场要过海关吼，咱去的时候拢真麻烦嘛，所有行李拢要打开啊，拢要检查啊。结果阮一个吴教授，阮大家排队吧，迄教授讲啊，你带我行啦，我一定真紧，很快就进去了。我就想讲按怎入去，我就跟伊排队嘛。排队，阮真紧哦，伊就用日本用英文跟那海关官员讲，我们8个人哦排一排嘛，那个日本官员就看到我们8个人，他一讲完以后就叫我们都过去了。另外2个走另一排哈，搞了好久哦，还被检查半天。他一过去我就问那个吴教授说：“什么意思？你那他厉害啊？一个日本人什么都厉害，他就只怕一个，怕讲英文。他就很怕讲英文啊，所以你跟他讲英文呢，他就很害怕。日本人就很害怕，就让你就进去了，不想再问你了。你就进去就，这是第一个日本人，其实很害怕这个。第二个，我们去到日本每个研究所去开会的时候。我们是报告15分钟，我讲15分钟，日本人讲15分钟，在讨论。我想讲，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呢？而且花全部经费都是日本政府出的，台湾邀4个教授去。我就问其他的那些有几个后来当到工研院院长跟我们一起去的教授，我说为什么他们是这样？他说日本人哦有一个他的致命伤，其实美国人蛮防范他的。所以，可是台湾人跟美国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一直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美国那边的资讯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跟我们讨论。连续1个礼拜，他就一直想要从台湾人知道说美国人给你什么资料，去教，这是我亲身经验的啦。所以我在那里七天嘛，待了7天，每15分钟就跟他去7个研究所，就互动。而且我还去到一个地方，还觉得他们真的很重视台湾的这个科技的，尤其半导体这个方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去到有一个，我已经忘记好像 Sony 还是哪个研究所，那个一个山头上，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其他教授一直跟我们说：“李教授过来看。”我远指着那对另外一个山头的那个研究单位啊，我说看什么？他说你注意看。我看了半天，我说那很像是我们青天白日旗国旗啊。我们就过去，那个是另外一个研究所啊。他说他为了我们去很重视，还特别在他的广场上挂国旗，挂他的国旗啊。所以就是证明。老师，你这个故事就是要甲咱讲，其实日本人在商业竞争的同时，爱顾到兄弟情，还是讲是这项功能有互补，所以袂对咱安怎？有很互补啊，其实真需要台湾人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产业第一是那老师讲的哈，这台积电基本上不可替代所以利用关税关税只是逼一个国家这个产业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嘛。你有2个可以选择的东西，你可以用关税来制裁，可你没有选择，你无选择，你就爱。只是日本人跟美国人很厉害啦，你也很难做获利很高，去给他多赚多的获利多赚多的获利。加谈也无啦，加谈嘛无啦，伊甲你算甲真清楚。美国也特色是，为什么美国跟今嘛可以世界第1强的？因为一些宪法里面有规定一个反垄断法嘛。反垄断法就是说，你再好的东西你不可以丢价，一定要2间啦。所以我基本上是英特尔很厉害嘛，AMD 2边不来的竞争嘛。我就看 AMD 为什么成立？是因为 IBM 当初英特尔太强嘛，每个电脑弄英特尔嘛，所以就要逼英特尔去训练 AMD 来做铺的第2家吧。我的感觉是，基本上是在做这些动作啦。
台积电上厉害嘛，伊要给分一半去第二间啦。啊，不过第二间的公司吼，基本上因为成本拢较悬啦，所以伊的配置来不咧吼，第一名的吼拢做8成啊，第二名的做2成。即马包括咱触控面板啊，这吼第一名的 TV 伊做8成，所那个苹果的手机，另外2成互另外一间公司做。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讲 TSMC 以外，可能会佫产生另外一间第二卡的。高端的晶片哦，跟国防有关的晶片哦，我有感觉是日本这间公司，伊可能要扶持这间公司啦。会去取代。袂互咱取代啦，因为伊的成本一定该比咱台湾科学关真济。去日本嘛是赶快贵啊，贵啊呢，林老师。伊去日本吼，你想看，咱头仔讲吼，即马晶片拢是伫国，尤其头仔国防的应用嘛，对。所以对日本来讲吼，以早，比如讲我做学生的时阵，日本的半导体就强，然后30年前的时阵，然后日本的半导体就强。所以你看这种重要性，对日本来讲，伊嘛想要扶持伊家己的，就讲像讲咱台积电最先进制程，我们台湾有我们台湾的坚持，美国有美国的看法。哦，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掌握最关键的技术，说不可以。这个红白啦。伊讲伊人家批评伊讲说美国优先，川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真有啥唔对？我出去外国，我嘛是讲台湾优先，那是咧讲啥，对不对？啊，日本人伊出去唔是讲日本优先啊，因到伫迄个国家啊，伊细汉朋友拢伫迄个国家啊，伊了解伊的优先有啥物唔对？啊，无你咱棒球出去比赛的时阵，咱唔是发，咱甲日本较。虽然咱甲日本足好的，但是顶礼拜日伫东京咧拍球，我嘛是替台湾加油嘛，对不对？我嘛袂替日本加油嘛，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为着伊家己的优先，这是非常正常的代志。你会感觉人讲美国优先无正常，你本身较奇怪嘛。所以对日本来讲，伊嘛想要，尤其这么，他们以前有这么好的历史，今嘛。佫遮尔重要，所以伊想要扶持伊家己的，这是正常的代志。啊，咱会看正经足侪历史嘛有，像讲尔必达，依早日本的半导体没落以后，吼，伊开始掉下来之后的话，他把日本政府自己出来主导，把那几家什么 Hitachi、NEC 啊，巴拉巴拉，我们要给您家地震部门全部集合出来，成一家新的公司，政府补助你，哦，那主导。迄个是尔必达，啊，毋是加低润了，面板嘛有哦，依照有叫 JDI 哦，面板有加，因为以前低润跟面板拢是日本厂30年前的时阵，当然，他说啊，但愈来愈不行，不要紧，政府嘛是出来，所以日本政府伊的精产省伊袂晓迄种美工拢无咧做代志嘛，咱辉煌啊，像讲咱本来是。世界冠军啊，叫落甲全世界第一名，你这个民选政府你也无迄种骂较奇怪，所以这正常的。所以 NVIDIA 伊嘛想要无想要用别个试试嘛？你全世界你就讲，你倒一项物件啊，剩一间敢当算尔，嘛？你一定想要卖第二间，这是正常的商业逻辑。哦，所以 NVIDIA 伊安尼想，这是。正常，而且我甲你保证，所以老师，伊这唔是移情别乱啊，不是怎么办？这是正常的商业，而且我甲你保证，唔是甲 NVIDIA 安尼俩 ，AMD 啦、Apple 啦、Qualcomm 啦，伊嘛想要找第二间，啊无你，我比如讲全世界即马全台湾加像黄大哥的节目通上来尔，我拢无所在通去啊。无可能，阮都唔是高门独起的，阮都唔是高门独起的。台积电即马情况就是安尼。安尼老师嘛，起码即嘛话论啊，是不是？我都袂当得罪你啊，无我以后就无通来上啊。老师你尽量讲，因即马情况就是安尼，所以伊会想要安尼是正常的。但是吼，安尼讲来就是大家互相吼。关税啊起悬起来，啊，我也去找第二间。这过去吼全球化这经营，咱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安尼互相帮援、支援这种经营，敢若迄个莫里斯张讲的，讲全球化已经无啊，吼，这个已经是这地缘政治的开始。啊，佫一句话，特朗普也未上台，伊就变安尼，大家就讨论甲安尼吼。咱的晶片哦，好起好强啊，老师。我相信拄则两位来宾对着晶片嘛讲真济啊啦吼。
晶片要安怎好起好种，我感觉这个竞争是永远无一个结束的时间啦。伊只要无，所以大家要习惯。对，伊只要无山顶吼，你就是爱一直走。过去张忠谋先生伊就有讲过嘛，伊讲虽然即马台积电看起来伊伫产业内底是算头壳的，但是伊袂当讲伊是已经是领先啊，因为后壁即个竞争者三星伊还伫咧掠。啊，你讲三星一直咧掠伊，也袂掠着。即马甲加一间日本的公司想要来即个掠伊，是毋是掠会着？这大家无一个定论。但是若有遐好掠的话，我相信美国袂遐紧张，想要叫咱台积电爱去美国设厂啦。吼，你爱看这个国家安怎来看咱家己的产业，毋是讲看到一间公司啊，甲伊的订单刷去第二间，啊，就感觉讲安尼台积电，嘿，就感觉若足紧张。我感觉这是为的这个纸本的媒体吼，伤过吼，雕工要去甲这个话题炒起来，但是咧。对着一般拄则内面有讲到这个商业这个过程，这是真正常。过去咱毋是讲真侪红色供应链吗？啥咧有红色供应链？因为 Apple 伊嘛是想要找伊的 second source 嘛，伊袂当甲伊所有的订单，敢若拢放伫你一间工厂，你一间工厂，然后一工讲我无爱甲你做啊，变成 Apple 要找啥怎吊顶啊伊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我感觉这个市场一定是大家看到这个市场的重要性。一定有愈来愈侪国家会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研发、生产，啊，甲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这个竞争的过程已经毋是干那讲厂商的竞争，甲有国家的竞争。咱国家嘛是一直想讲安怎甲台积电上先进的制定会当甲留伫台湾。啊，你讲美国叫伊去啊生产，安尼美国对伊会好袂？美国对台积电来讲一定是袂好的啦，但是。美国的政府袂当做啊，互台积电感觉伊怎逐位拢袂好，这是一个重点。你若互我伫其他所在，对，你互我按来扯去，我伫其他所在趁钱，我去美国甲你做一寡啥物事，反正技术伫你遐，你叫我去，我袂当无去。讲实在，我上重要的技术拢伫你美国的手头，我只要叫伊机器卖卖你就无法度做了啊。对啊。虽然你有真侪优势的这个工作人员、研发的人员，但是你有上重要的机器设备，嘛是对我荷兰的厂商嘛是 ASML 嘛是因为美国有这个专利的技术，无对一个国家想要听美国的，无人会插美国嘛，就是因为你有抓到一个上重要的技术，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竞争吼，台湾的晶片吼要好起好种吼，我是感觉无遐悲观啦。因为啥拢会无遐悲观的，因为其实真侪国家，包含着咱台湾，真侪即个电的需求、地动的问题、大自然的问题、工人的问题，其实这是真侪国家拢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伫未来绝对无可能讲有一个产业会当甲讲像伫过去中国安尼做啊遐大。你都无遐侪人啊嘛，我的需求呢，还有遐悬，我就用爱找第二个国家嘛。我厂商拢会想讲，我袂当规个技能拢放伫中国，我爱去越南，我爱去印度，甚至我爱倒来台湾生产啊。像那 NVIDIA 袂当去想讲，我袂当甲规个晶片拢干那寄望互台积电，我嘛爱放一寡互日本。伊只是讲伊要放一寡互日本来做，啊日本无一定做会起来啊。啊你免啊互日本做袂起来，你就是家己爱有法度甲做啊较好啊。吼，所以对着即个厂商安尼的商业的过程吼。其实我感觉对着咱台湾的这个厂商，这是无需要伤过讲惊吓、伤过碰着，这是只是要甲你讲后壁有哪有人足重视你这块的利润的。啊，你若家己有重视，你就爱看安怎做，较有法度甲你的优势会当个掌握掉。这小等我才会请教台湾两位吼，这台湾的晶片业未来的隐忧是啥物？因为顶摆有相当的这个其他的来宾有讲，台湾即马晶片上大的危机就是人才啦。哦，到底是毋是安尼？小等再回来，我先请教王老师吼。这样的关税壁垒吼，一直塌起来，一直塌起来。特朗普难道毋知影讲塌到上下尾，家己拢围起来？伊其实伊国内伊要摕物件，伊嘛是伤着伊国内的这个民生。会缩低，所以有人讲无啦，伊是咱拔喙水啊，话尔，真正做的是无一定安尼做。
干嘛呢？要分2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说，如果全球都课10%的关税，卖到美国没差，因为大家都一样，都提高10%。所以川普在竞选期间有说过，因为提高了进口价格上升，可是他有收关税啊，所以拿过来补贴消费，美国净赚了，他赚大家的进口关税的税。当然这里面还要再精算，因为你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了，你可能企业很难生存，就倒了。你要补贴他也不行。你他意思是讲，特朗普可能后来提这个国家的税收来做补贴，补贴消费者，或者但是补贴这项代志对特朗普的这个政府，或者是讲特朗普自早以来这个路线来讲，伊是极右派呢，伊拢是小政府呢，伊敢会真正会来补这个补贴？会啊，因为美国的关税本身就很低，那其他国家的关税本身就很高，他就认为是个不公平嘛，所以你们每个国家都有关税。那我也对你们课征关税啊，然后来去压低消费者物价，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最重要一点哦，刚才主持人跟各位老师们都讨论到晶片，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可以去做讨论的，因为现在刚才蔡老师有讲到，现在主要是针对中国，所以呢，只要涉及中国的零组件，美国都不要。例如像拜登这几个月说，软体如果有涉中的电动车用到中国的软体，这种车不能进口到美国。所以换句话说，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提到那个高阶的记忆体，那么过去台湾很多东西被中国大陆取代，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台湾又回过来？像面板。因为涉中的美国不要嘛，所以老师说面板啊，对不对？低润啊，记忆体啊，那个随身碟啊，尤其随身碟更所以老师你按点出来，这微机嘛是专机哦。所以台湾不需要特别专注在台积电，那是因为很多东西被红色供应链取代嘛。可是像我就是不要红色供应链啊，那我们台湾的其他产业是不是可以慢慢回来？所以但是那是个计算着讲，我这上后尾爱是最中国，你卖去甲美国，我不如来去美国的国内来生产，是不是安尼来做思考？美国或者越南、新南向国家，因为美国的成本还是高啊，对不对？可是我只要不要在中国，都有商机，因为中国生产东西不能卖到美国去嘛，所以我改在越南做面板，可不可以？就可以啦。老师，你有赞成这种讲法，就是讲有可能这较高阶的这个记忆体，还是讲面板这种物件，有可能搁转来咱台湾的手头。我感觉记忆体有可能，但是面板吼，因为吼你爱看产品的特性。我是讲吼，像那晶片半导体，即卖过去过去10年来变成非常重要的问题吼。其实我是有写一篇文章来讲吼，这个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川普哦。因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摩尔定律。上面好像摩尔定律意思讲哦，你的晶片哦，会愈来愈做愈细，对不对？正经的，我会当讲吼，咱即马加手表的晶片。我即马是讲手表，我唔是讲你的什么手机啊，是讲你的电脑的手表啊，我电视啊，我就是手表哦。我刚才讲这样，即马就是手表是智慧手表嘛，就巧的吼，内面嘛是有晶片哦。你知影这个晶片哦，的运算能力比迄个美国登月阿波罗的迄个晶片更较厉害哦。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以早的晶片吼。迄跟我无关系，我30年前吼，30年前，各位你当时会用到晶片，加电脑尔。啊，讲50年前吼，迄电脑那教室遐尼大，60年、70年前，迄是真空管，所以迄甲人类生活无关系，无关系啊！你睇我要用到晶片，没啊。但是像即摆讲，当登月的电脑用的，你看会当登月就表示啥？也当计算弹道飞弹的高度，啊，当这种
电脑的晶片变做你的手表的时阵，你看你的手表记录偌济你身体的物件，你的心跳、你的血压、你的什么？啊，我即摆问哦，逐工行偌济步，会行偌济步？啊，我问哦，这种 information 会当留到，你可以把这种东西交给一个对你非常有敌意的国家吗？是讲头仔讲啊，川普讲，你即摆车袂当有有中国的身份，不管软体、硬体拢袂当，哦，小那袂当，因为你掌握太多美国人的重要的资讯。30年前无这项代志，但是即摆全部拢是，所以你也正常，你也了解晶片，即摆会做啥？所以当你摩尔定律，你的晶片渗透到我们人所有的食衣住行，我讲真话，你即摆大概找无一项物件。有用电的无晶片，大概我会当安尼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你这种物件去互你的敌对所在时候，你也讲讲好吼，啊我问你哦，假使川普，我莫讲川普啦，我讲川普的查某囝伊凡卡对不对？伊也无小心买到一个中国制的迄个手表，啊，这个手表哦。啊，佮甲伊的身体资讯拢传等于吼，迄个中国共产党在。你看，你也较少是你无各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即款物件上好转来咱的手头来生产啊。所以我的意思讲，晶片这种物件，我即摆是讲晶片这样代志，爱先独立出，甲其他的老师讲，迄关系无共款咯。你有的时阵去讲。我做洋娃娃，还是讲我做这些笔记本啊？迄不要紧啊！你也买中国形象，你中国形象，迄袂你无影响嘛，对不对？但是你若讲牵涉到晶片的代志，这基本上一定是脱钩的，这无通讲。这主要原因，而且我头讲迄有历史必然，因为迄是摩尔定律的关系。当你讲30年前迄种弹道飞弹当登月电脑，迄是不是管制物品？迄种物件从来就没有自由化过。不是讲。莫瑞斯张，我唯一不太同意他伊讲什么自由化，我要讲吼，晶片这种物件吼，尤其是 powerful 的晶片，自从它诞生以来，从来就没有自由化。所以老师，我回头过来问讲，高阶的记忆体还是面板这种物件，有可能有今年会转来到台湾的生产链吗 ？OK， 所以我当然记忆体有可能，但是面板比较困难，因为面板就是一个 player displayer。哦，它只是秀一些东西而已嘛，它不会牵涉到说它有一些记忆的功能，或者是运算的功能，它纯粹就是一个比较高画质的。生产较无啊，嘿，对，较简单。它不是它比较没有掌握我们人体的一些的机密的资讯，不会运算加储存资料。嘿，面板无啥可能，但是记忆体有可能，因为记忆体那边是。想要有的记忆体，尤其它在储存东西，所以它有可能会回来。好，这种只要你牵涉到这种东西，它都会回来。啊，那要看股票的人，你自己去看就对了啦。对啊，所以你看美国那个管制 FDP 啊，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以 EAR 规则来比哦，以所有的晶片，它并没有管制你面板哦，因为它美国买省嘛，你哪些东西，所以美国它并不是。无差别的讲啊，你种什么拢脱钩，它会针对你对我国家有危险的东西进行管制。这是所以我讲这嘛不是什么美国霸权啊，什么你一个负责任政府，你本来就应该为了你国民，就我头仔讲啊，迄伊凡卡哈真正用到这个手表啊，你感觉你有法度接受吗？好，来上尾一个问题要请教吴老师吼，搁一个国家韩国。韩国即摆是拼死拼活，伊啊一日照三顿咧问新闻报纸也咧问，媒体也咧问，社交媒体一个问讲，台是安怎会输台湾，连野球也输，晶片输也罢，连野球也输。那当然今仔毋是讲野球啦，是讲韩国伊嘛一开始啊，新用资的计划14条，要来补助，要来创这，韩国还有机会吗？韩国这伊和台湾咧竞争的时候，机会无遐大啦。因为咱台湾的环境较特殊啦，咱
讲不好听，是用台湾几百年来哦，被不同的地方殖民嘛，所以台湾人的特性哦，我们被荷兰人统治30几年嘛，所以台湾人有欧洲的想法，那我们也被日本人统治50年，所以有台湾人有一批人有日本的想法，然后台湾呢，在郑成功跟国民党来台湾呢，台湾也有大陆人的想法，所以台湾这个地方哈，跟韩国不一样，我们有3个地方，加上美国，现在是被美国很强烈的影响，所以我们以前在教书的时候，跟写真也是问同样的问题嘛，我们的发展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们那时候一个电影讲得很有名，我们就是台湾的那个电影叫林青霞演的，叫东方不败啊，全世界具有我们这个有日本系统，有东洋，有欧洲系统，有美国系统，有大陆系统，有海洋国家的地方，全世界。只有台湾一个地方，就是韩国是因为伊的文化上单一，对，就单一。